熱婦女重演海底奇兵，紅雨甩拖。海底奇兵行瓜，哇！你老味，喂救我！點幫啊？秒拍襲港後嘅朝早，黃雨紅雨連環發，多區道路嚴重水浸，公主道過海近愛民村嘅彎位，唔好話車啊，船都未必過到啊！但香港人之所以係香港人，都因為我哋有住肥仔嘅精神。哇！在浮動，在浮動，成隻交拖震動，千種大活人伏已踏中，就如巨型石頭沉進海已失蹤，就是這樣跌落誰相信？有咪以為佢覺得生活極疲累，先至趁紅雨嚟呢度尋趣。睇真啲，佢拎住嗰個，相信係寵物袋嚟嘅。唔通主子有咩頭暈身興，趕住去睇急症 ？Anyway， 下次見條街咁危險，真係唔好出街啦。事關香港人，仲有另一個精神啊嘛。朋友過來救命，換來一下被拒，在沿岸全程目擊影低咗佢，上埋網叫人力相隨。